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共下来收看客家苗女学院，我是阿忠姑，我是嘎嘎哩嘎。用又很难。哎呦，又唔係要看到五嘅呢嗬。哦，看到眼真件會難嘅呢。係啊，無想我看到嘅，唔過也唔係重點嘅啦，嗬。根本嘅應該教大家乜嘅客家話呢？唔錯，今日要留大家來教客家話咯。不過平常都大家當天上班當辛苦，下班嘅時間，相信青島人都有休閒發通。像我撩你嘅時間，我就當好去私人茶。你當好去私人茶哦？看唔出？看唔出來呢，真係也係假嘅啊！即可能喺本線上看一下木字。我咪應用過，不過分享一下我休閒發通嗬，我就當好戇嘅了哦。哦，你講到人當好戇嘅 shopping 買東西，就本自家最大嘅鼓勵。嘿，從2年嗬，政府又發嚟乜嘅錢啊嚇？二方錢，有千多年，會去天陽園做乜嘅？看天陽。哇呀，看天陽係一種享受誒。但是有陣時咪發生冇歡喜嘅事情咯。像係入到天陽園，結果發現有人後邊嗒聲。唉，真件做唔得啦！韓國有一件事情嗬，哎呦，有陣時看到啊，劇情動精彩嘅時節。噔噔噔噔噔，嘅小叮當出來，唔係小叮當出來啦，係樹吉祥咧，真件當真熱鬧呢。係會當錢咯嗬，但是有陣時看晒嚟天陽，然後朋友分享一下天陽嘅內容，咪當歡喜哦。真嘅，不過到底去到天陽園會發生哪條本人知道當歡喜，也係去到天陽園真件本人當愛當天嘅事情呢，就本你聽下來。看下去咯，向下來出發 ，Go！